外口咧落雨，未少人出门，要是爱插雨伞。台北市透早唔那真湿，气温嘛真凉。透早上低温出现伫苗栗，干那10度9。气象局一透早针对嘉南、新北、宜兰、花莲发布雨雨特报。我们预计随着今天下半天之后，这些云系将逐渐的接近到台湾，因此在台湾各地的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加，而且可能会逐渐的转为有短暂雨的现象。 原本高价拜市水气减少，各地拢会落雨，早的温度嘛差真济。北部低温13到14度，中部嘛较凉，南部和东部地区是15到25度。伊是温度较低，不过相对好的天气干那到拜5，因为拜6有强烈大陆冷气团，北台湾可能降10度，甚至搁较济，而且会适应到后礼拜1、后礼拜2才会较回。比较大的转变会从礼拜6的下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温度上有非常明显的下降。 到礼拜1的清晨，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，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就有机会出现降雪的现象。看起来刷落来天气形态拢会真湿冷，而且愈来愈寒。出门在外，雨伞要是会记得扎，嘛爱穿好少，注意天气的变化，做好保暖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